一名39歲吳姓嫌犯有毒品浸泡前科被通緝12天，並且用假證件做出相當穩筆。這回淡市刑警大隊得到消息，跨縣市搜證，日前前往伊佇高雄的住處破門查扣，成功逮捕。現場並查獲海洛因、安非他命等超過2公斤的毒品，加製毒器具，以及現金220萬，賺的攏是黑心錢。現時機成熟，執行查緝行動，一舉將吳嫌緝捕到案。現場查扣毒品海洛因、安非他命共2071公克，新台幣220萬元。二氧化矽、苯甲酸鈉、壓模器、雙絲牌印章等化學藥品及製毒器具一批。全案依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，移送台南地檢署偵辦。政府為清除社區毒品危害所推動的安居緝毒專案，經過長期的修正，一登現成效。日前嘛是出動特勤人員對查到分林，鎖定出租套房涉嫌藏毒、將賣二級毒品的單姓男子逮捕。警方強調，就是要將藏佇社區大樓、出租套房等毒品的據點趕出來，展現強烈反毒的決心。咱的新聞，阮籍採訪報道。